一、二、三。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第16。佛告樹神：爾時流水長者子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，治一切眾生無量苦患已，令其身體平復原本，受諸快樂，以病除故，多設福業，修行布施，尊重恭敬是長者子，作如是言：善哉長者！能大增長福德之事，能益眾生無量壽命，如今真是大醫之王，善治眾生無量重病，必是菩薩，善解方藥。善女天，是長者子，有妻名曰水空龍藏，而生二子，一名水空，二名水藏。是長者子，將是二子，次第遊行成邑聚落，最後到一大空宅中，見諸虎狼、烏犬鳥獸，多食肉血，悉皆一向而奔而去。時長者子作是念言：是諸禽獸，何因緣故，一向馳走？我當隨後，逐而觀之。時長者子遂便隨逐，見有一池，其水枯涸，於其池中多有諸魚。時長者子見是魚已，生大悲心。時有樹神示現半身，作如是言：善哉善哉，大善男子，此魚可憫，汝可與水，是故號汝名為流水。復有二緣，名為流水，一能流水，二能與水。汝今應當隨名定實。時長者子問樹神言：此魚頭數為有幾所？樹神答言：其數具足，足滿10千。善女天，爾時流水聞是數已，倍復增益，生大悲心。善女天，是此空池為一所布，為小水在，是10千魚將入死門。四向婉轉，見是長者，心生慈賴，隨是長者所至方面，隨緣瞻視，目未曾捨。是時長者辭去四方，推求索水，了不能得，便四顧望，見有大樹，尋取枝葉，
還到池上與作陰涼矣。復更推求是池中水，本從何來？即出四向，周遍求覓，莫知水處。復更疾走遠至魚處，見一大河名曰水生。爾時復有諸餘惡人，為捕此魚故，於上林懸險之處，決棄其水不令下過，言其決處，懸險難保。計當修漸，經90日，8000人工，猶不能成，況我一身。時長者子速疾還返至大王所，頭面禮拜，卻住一面。合掌向王說其因緣，作如是言：我為大王國土人民治種種病，漸漸遊行至彼空澤，見有一池，其水枯涸，有10,000魚為日所捕，今日困厄，將死不久。惟願大王借20大杖，令得負水濟彼魚命。如我與諸病人受命。爾時大王即斥大臣，速疾供給。爾時大臣奉王告敕，汝是長者，善哉大士，汝今自可自杖壑中，隨意選取，利益眾生，令得快樂。是時流水及其二子，將20大杖從自成人借索皮囊，疾至彼河上流決處，盛水漲覆，池疾奔還至空澤池。從杖背上下其囊水瀉至池中，水遂彌滿還復如本。時長者子於池四邊晃揚而行，是魚已時，亦復隨逐循岸而行。時長者子復作是念：是魚何緣隨我而行？是魚必為饑火所惱，復欲從我求索飲食，我今當與。善女天，爾時流水長者子告其子言：汝取一杖，最大力者，速至家中啟付長者。家中所有可食之物，乃至父母飲啖之分，及以妻子奴婢之分，一切聚集悉在杖上，急速來還。爾時二子如父教敕，乘最大杖往至家中，白其祖父說如上事。爾時二子
收取家中可食之物，在帳背上，疾還父所，自空擲辭。時長者子，見其子還，心生歡喜，踴躍無量，從子邊取飲食之物，散著池中。汝如食已，即自思惟：我今已能與此魚食，令其飽滿，未來之世當施法食。復更思惟：曾聞過去空壇之處，有一比丘，讀誦大乘方等經典，其經中說：若有眾生臨命終時，得聞寶勝如來名號，即生天上。我今當為是10千餘，解說甚深12因緣，亦當稱說寶勝佛名。時閻浮提中有2種人，一者深信大乘方等，二者毀謗不生信樂。時長者子作是思惟：我今當入池水之中，為是諸魚說深妙法，思惟是已，即便入水，作如是言：南無過去寶勝如來，應供淨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寶勝如來本往昔時，行菩薩道作是誓願：若有眾生於十方界臨命終時，聞我名者，當令是輩，即命終已，尋得上生33天。爾時流水復為是魚，解說如是甚深妙法，所謂無明緣行。行緣色，色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，憂悲苦惱。善女天，爾時流水長者子及其二子，說是法已，即共還家。是長者子復於後時，賓客聚會，醉酒而臥。爾時其地卒大震動，時10千餘同入命中，既命終已，生忉利天，既生天已，作是思惟：我等以何善業因緣，得生於此忉利天中？復相謂言：我等先於閻浮提內，墮畜生中，受於魚身。流水長者子，與我等水及以飲食，復為我等解說甚深12因緣，並稱寶勝如來名號，
以是因緣，令我等輩得生此天。是故我等今當往至長者子所，報恩供養，以時10,000天子，從忉利天下閻浮提，至流水長者子大醫王家。時長者子在樓屋上露臥眠睡，是10,000天子以10,000珍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，復以10,000置其足邊，復以10,000置右脅邊，復以10,000置左脅邊，與曼陀羅花、摩訶曼陀羅花，即置於室，作種種天樂，出妙音聲。閻浮提中有睡眠者，皆悉覺悟。流水長者子亦從睡悟。是10,000天子於上空中飛騰遊行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，處處皆與天妙蓮花。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宅池所，復與天花，便從此沒還忉利宮，隨意自在受天五欲。時閻浮提過是夜已，天自在光王問諸大臣：昨夜何緣？是現如是淨妙瑞相，有大光明。大臣答言：大王當知，忉利諸天於流水長者子家，與40,000珍珠瓔珞及不可計曼陀羅花。王即告臣：卿可往至彼長者家善言有餘，喚令使來。大臣受敕即至其家，宣王詔令，喚是長者。是時長者尋至王所，王問長者：何緣是現如是瑞相？長者子言：我必定知是10,000餘，其命已終。時大王言：今可遣人審實是事。以時流水尋遣其子至彼池所，看是諸魚死活定實。以時其子聞是汝已，向於彼池既至池已，見其池中多有摩訶曼陀羅花，即聚成跡。其中諸魚悉皆命終，見已即還，白其父言：彼諸魚等悉已命終。以時流水知是事已，復至王所，作如是言：是10,000餘悉皆命終。王聞是已，心生歡喜。以時世尊高度長菩提樹神，善女天，
欲知爾時流水長者子，今我身是。長子水空，今羅睺羅是。次子水藏，今阿難是。時十千餘者，今十千天子是。是故我今為其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爾時樹神現半身者，今汝身是。